公守上帝话，今日要看，今日要看圣经是《使徒行传》18章1到28节。那有带圣经的兄弟姊妹，请掀开156面，也是看头前头影片，咱做伙来读。这话，保罗可以到哥林多，有一个犹太人，出是离婚都在耶后的人，多为地来以来，因为各人有点犹太人都离开罗马，而就存因为因当年就在因三大两还得罪，因为当年就是最后，也还有六地，我以为人辩论，可能太大心理啦，虽然没后来对他理论的来袭，我就是有理。对犹太人感情要收拾有道，因为来共同的事，我就说三对一个，你们会你我外的，他要好，我的结婚还帮人啦，就离开去，你家退出，让名基督有事做。敬拜上帝人，耶稣以为人的力量，光会人的名，一直舒服，让人的幸福。各地多人也侪听去，现在受洗礼，你是注意上中对所有讲，我听有讲，谈清清。因为我看你的，我人的风景来看你，因为我有最历史你写名，我有画家一个大回忆，你上来将上帝你在干啥？你家有谁中国的事，犹太人当时奉献多少？花衣到中正经，讲这人跟人拜上帝，无教无拜，我就拄拄咧规矩。但犹太人讲，犹太人啊，这书是啥物？伊干好的书，叫你我就用温理，总是得论命，但你不管，你去我爱心话家里，就我一离开工作前，正常200万为人的收益，比工作前8亿，再来其他的拢无两岁要命，我就要2岁人力，就你的家人名，到时你去啊，变成啦。先头我的外地来讲，一到一手，我就到一两家，家己面对两大犹太人辩论，因请你给人对你无份，就你给伊讲，上帝若准，我要倒转来就对你，就推传你为你所受。到该善他，就是一心爱到家，将一爱给他，挂家为你做一心，孝顺书敬畏他的爱，稳定他的天国健康先，我将来太郎名阿罗到你所受，你就是安三代。就学问，你心灵了不起，你
咱安心处的路，热心将耶稣的事，详细讲来教是行，只有在约翰的洗礼下面，以智慧好难来讲，得对啦，阿有啦听见，就带伊来，对伊来得上的路较详细。阿保罗爱听阿大家的事，那你劝勉伊，都也会请先接纳伊，伊一定好，就对训练来大帮咱开始行动，因为伊是正人真情，出人病倒太长，因圣灵之力，耶稣是基督。愿上帝赐福听他的话，照他话来行的人。今日王世明长老要讲的讯息是初心、爱心、智慧与青少年事工。下面时间到王牧师长老。王长老。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主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用诚心，用你的圣心，甲阮三甲地地，互阮知捌你的道理，互阮会通来行你的道理。毋望阮即个分享甲讲道的时，就是你甲你的圣灵来甲阮同在的时，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王牧师是我的小妹啦，吼。王秘书牧师吼，我即马是长老，嘛是王老师啊，黄老师吼，叫我老师会使啦吼。牧师爱个经过上帝警调，也搁有训练吼，无共啦吼。所以我感觉我的即份是长老，也是老师吼。我做以外人叫我王老师，也毋过我的学生囡仔，若甲我做伙上过课，因拢叫我师敏，因就无叫我老师啊。可能我的个性中有淡薄甲因三个会当就是无遐有距离的迄个所在，因叫我师敏吼。叫我师敏吼，因拢真正叫我师敏，喊咧叫我老师吼，我嘛听了真欢喜。伫学校我搁做辅导主任吼，辅导主任拢爱甲囡仔教是讲爱有礼貌，爱有礼数，对无？也毋过即摆的囡仔甲以前的囡仔有淡薄无共，伊若叫你老师，伊就代表跟你有距离；伊若叫你师敏，伊就知影你是老师，也毋过伊爱叫你的名，嘿。所以我伫学校囡仔叫我的名的时阵，我心中拢真欢喜。今仔日即讲呢，要讲的是初心，起初的即个心，疼心智慧甲青少年的事工。用的是咱每一日的即个新眼光读经的《使徒行传》第18章的全章吼，是讲即个哪会使来讲即讲咧吼？那甲咱即个新眼光。有淡薄无共，也毋过嘛是相共。我即马要问讲，我嘛家己要控制，敢会使？伫顶头遮就会使吼。安尼家己控制较会，对，好。即个图淡薄细的吼，就是讲《使徒行传》片段伫遮，咱保罗呢，伊是来到哥林多即个所在吼，哥林多即个所在开始呢，伊踮遮咧服侍，嘛是经过真侪无简单吼。开始咧劝勉咧教导的时，嘛有真侪迄个叫做啥物困着，也是讲有些压迫踮遐吼。也毋过我要开始讲是。保罗来到即个所在，伊是安怎愿意伫遐咧服侍咧？想到遮的时阵，我就开始咧想讲，是啥物原因，互咱甘愿留伫后部教会内底咧聚会服侍，来持守咱的信用咧？即个问题，无若是问我家己，嘛是问大家啦。恁想看卖的，是安怎你愿意留伫后部教会？即个设教已经40档的即个教会来伫咧遮咧，甲我同年纪的人举手。
杯会唔免啦，差不多50桶会，45岁到55岁，这个会手的，请举一个手，互我看一下。谢谢哈，好放下哈，无济啦哈啊，比我年长的请举手。感谢主哈，放下。年长的就是阮拄啊举手的人，阮会因为恁，阮愿意留落来后部教会的原因呐，就是因为恁伫后部教会付出，还阁有甲阮的照顾，还阁有关怀、疼心，还阁有真侪年的迄个爱餐的迄种无私的奉献。互阮看了真感动，所以阮这50桶岁以下的人，之所以会当留伫咧后部教会，是看到兄弟姊妹安尼的付出甲疼，所以阮这看到讲，为什么阮会留伫咧教会？虽望阮即个会所的人不只啊少吼，比起恁，阮是少数，对无？吼，也毋过这无互阮打退堂鼓，无互阮惊吓讲是安那，阮要留落来。反倒，阮想讲，阮留落来遮的意义是啥物？伫长老教会，大家渐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智慧的时，吼，就是年纪愈来愈增长的时，恁持守即个信用，是因为有恁的每一个人的故事，我相信是安尼，亲像我嘛是共款。啊，第2条咧，就是讲，伫即个差不多。这段吼，就是《使徒行传》第1章到17章遮，保罗他之所以会当遮吼，撇一段福音，伊起头的心意是啥物？保罗是安那一直要传福音，伫即个叫做哥林多的所在传福音，伊的心意是啥物？伊要传互啥物人？犹太人，抑阁拄仔有读着个。还阁有希腊人，对无？吼，伫迄个叫 Greek， 就是希腊人，对无？吼，伊伫遐起头，伊的心意是要传福音互犹太人，也毋过犹太人有诶接受，有诶无爱接受，吼。啊，亲像咱的兄弟姊妹，我即言呢，有的人继续留落来伫教会，有的人无法度，是因为有工课，对无？有工课缘故，有一个社会挑战的缘故，有当时啊为着家己的工课，得爱拍拼，伊怎用家己的气力去努力，对无？无法度来教会，也毋过牧师，庄牧师常常告诉我们。爱去甲探访，爱去甲关心，莫互这个人流出去，对无？吼，爱关心啊！我嘛是听了，感觉真感动。但是目前力有未逮，吼，因为我嘛伫咧食头路，我嘛可能还阁有家己操烦的代志。虽望是安尼，也毋过阮迫切，吼，迫切的心意，犹原是留伫咧教会，毋茫有更多的人，吼，更多的人。会通有即个初心，因为咱接触即个福音，要互即个福音还阁会当定根伫本地，定根伫咱的囝儿是说，定根伫即个社区。所以，迄个保罗迫切传福音，伊的心意就是要互遐犹太人会当得到福音，亲像咱想要互咱的囝儿是说，甲即个社区的人得到福音，安尼对无？对嘛吼，所以咱继续留在遮，是因为咱有这个心，要持守咱的信用。啊，我的信用是为阮的爸爸妈妈、甲我的阿嬷，还有兄弟姊妹，恁的疼心来的。所以，阮起头的心意，就是爱互咱的囝儿是说，咱的厝边隔壁，拢会当得到福音。安尼，佮继续想落来，那保罗的同胞犹太人相信基督，因的活命有会会有啥物的效果？咱来想看卖的，保罗才意爱因的即个同胞吼，就是犹太人会当得到福音，因的效果就是亲像即个伫上帝伊为上帝国度的明白，因为呢，耶稣会来是要因拢想讲要复兴即个犹太人，以赛亚来是要复兴即个犹太的王国，对无？是一个上帝甲遮的所有的人民徛起做伙强盛的
一个角度是，对嘛吼？伊是要即个角度，咱来想看卖的，咱敢是嘛意爱安尼的角度，有上帝同在甲咱做伙的角度，就是咱的初心嘛，对无？所以上帝互保罗什么款的使命呢？伫《使徒行传》第18章第9到第10节，因的使命就是要互真侪人来得到福音的果效吼。所以我来用中文来读吼。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上帝和保罗的使命就是讲，免惊，虽然你伫家吼，这个犹太的长官对你不很好，然后想要去害你，但是呢，你不要怕，因为这里有我的百姓，他们害不了你。所以上帝和保罗的使命就是遮有我的百姓。所以咱来想讲，咱伫这个教会当遮徛起，应该是遮有上帝的百姓。所以咱袂使讲。忽略周牧师的这个邀请吼，有人爱去拜访，我嘛开始想讲啊，要安怎来拜访？遮久拢无看到的人，敢袂足兴奋的，敢袂足奇怪的吼，嘛是安尼想。也毋过，若无去开始有即个想法，即个教会有我真侪百姓伫遮，即个社区，即两条楼梯有真侪百姓伫遐，即个社区有我真侪的百姓伫遐。要跟我咱青少年，你们身边有你的同学，可能是上帝要你们去得到他们的生命的。所以，咱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啊，咱来看这个初心。是安那你为什么你们还要坐在这里？为什么你们还要在这边听？因为我们没有放弃这个一开始的初心跟使命。我们放弃了吗？没有，灰心过没？我有灰心过，有灰心过会不会站起来？会被医治，因为真侪人拢为彼此来代祷，我嘛是互真侪人来代祷。所以你敢知影上帝互你什么款的使命？伫后埔教会家要做什么，也是要成做什么款的人？啊，才有两个英文字，甲大家分享，一个叫做 doing， 有学过未？ doing D-O-I-N-G 的做啥物代志，一个叫做 being B-E-I-N-G， 叫做成做啥物款的人 ，doing and being 这两款拢同款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是啥物人，你就做啥物代志，对无？你是啥物人，就做啥物代志。我唔敢讲我家己已经完全，也毋过我知影讲我。伊爱成做什么款的人，就会做什么款的代志。真侪时间，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我是一个害羞的人。有当时啊，嘛有家己的代志咧想，不是很喜欢一直交际，就是有这样的状况。也毋过有当时啊嘛是爱有点主动去付出，因为嘛是有真侪才能甲温数伫咱的身躯顶，咱就爱去付出，所以。这个 being 甲 doing 就是咱来想看卖的，上帝互你甲我，咱拢无共，每一个人的温数拢无共，所以无法度，我无法度叫全校员工，你们都要跟思敏老师一模一样哦。我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我无法度教因讲这的代志，因为每一个人有的温数甲在捌，拢甲我无共，所以我嘛是常常因要做啥物嘛爱听，嘛教因。到有当时我伫青少年咧甲因读经的时阵，因拢摕手机出来呢，那看旁因摕手机一直踮遐咧理，我就想讲，安尼一直理敢是听有我咧讲啥物？敢知影咱做伙咧创啥物？恁敢知影即摆囡仔拢会当一心多用？恁敢知影即个代志？我以前无法度了解，因为我是一个一心一用的人。我做这项代志就是做这项代志，那两三件做伙来，我就混乱了就足乱呢。要毋过即摆囡仔毋是安尼，因一心多用。你看一直咧用手机啊，要毋过你甲问看讲啥物代志，嘛是有当时有听淡薄仔落去啦
所以这是咱爱学习的所在。所以初心就是咱知影讲，上帝叫咱来这个后部教会要做什么，要为咱的兄弟姊妹互相学习，要成做什么款的人，要做什么，成做什么款的模样的人，不是一个绝对的代志，是会因为别人来改变咱家己，是因为安尼，咱才会完全。咱这个肢体伫耶稣基督这个元首基督，咱的连接才会完全。今仔日的我应该不是过去的我，因为过去的我恁拢有看过，对不？众圣你应该是明白我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啊，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哈。就是众圣、众贤还有宪伟哈，都应该从小都有看，还有伯良嘛哈，都有看这个施敏长什么样子。要毋过今麦的家己已经不是以前的迄个样式，同款恁嘛是安尼。好，咱搁来继续看第二段，就是这个保罗呢，伊了后就离开这个哥林多这个所在啊。伊离开这个所在呢，是因为遐会困着，也是讲遐足麻烦，就是一直有人找他麻烦，伊无法度伫遐搁继续来传道，伊就开始。就是旅行哈，就是等于他去他其他建立的更熟的这个教会哦，去看遐的信徒。所以这段呢，就是讲到伊呢，唔是讲我来遮一回，我就随走吼。我即马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讲一时的疼甲持久的爱有啥物无共款。你搁来看第二段，伊为哥林多吼，伫遐住1年6个月，了后去坚革里吼，这个坚革里这个所在，就为就是又往那个对，就是回去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方向，然后以弗所、该撒利亚，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伊伫安提阿遐住淡薄仔所在，淡薄仔时间。个登来去加拉太跟佛吕蒙，那边已经非常靠近以弗所了。伊当遐咧创啥物呢？伊当遐去遮尔济所在，是为着要坚固正门徒。啥物叫做坚固正门徒啊？什么叫做坚固众门徒？我听到讲坚固这两个字吼，我就感觉讲，这是一个。不是一时的爱，而是一种持久、一时的疼，甲持久的这个疼，伊是一个久久长长的疼。咱拢用什么来坚固别个人呢？伫我的活命的中间，我感觉讲，有陪伴，有关心，有劝勉，有带导，拢是真好的坚固。有一日去年的12月有一日，我。足优秀的吼，我非常的忧愁。我住伫我坐伫忧愁满面心内足艰苦的。我差不多就坐伫美玲姐跟月主长老迄个位第2堂吼，拢无法度专心，因为就是曾牧师知影讲，我有一个案件受到这个误会就是阮台北市的教育局伫议会质询的时候，我们那个副局长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辅导主任，的公案内为迄个事实是讲有一个家长伊的查某囝伫阮学校拄到足歹的代志，伊足气愤的就去投诉就对啊。去投诉的时阵，这个家长做一个真奇怪的代志，伊就甲我甲伊的谈话内容录音落来。录音了就算了，要么哥他去投诉的时候，就把这个录音带其中的一段剪下来说那是我讲的话，要么哥事实上是我讲出来无唔对，要么哥我是转述，就是讲有某物人讲这个代志，讲你的查某囝甲伊发生什么代志因为这个代志对你的查某囝无好，我爱甲你讲，你甲关心你的查某囝，意思是安尼，伊甲站起来。
变讲我讲伊的查某囝安怎都安怎，吼变造，吼变造，即摆的人拢安尼吼，会变造。啊，教育局迄个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地质询的所在，就是的下判断，因为事实上伊嘛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应该是讲啊，这个爱调查，安尼阮来就是还给这个议员的质询一个真实的状况，毋免下判断。要毋过呢，这个代志无遐简单结束。了后，这个教育局就出一张公文，讲我犯什么法，爱罚偌济，爱罚多少钱？大概15万，可能是要这样子哈。然后就当他心情非常的不舒服。迄当阵，我的心思意念无法度伫即个礼拜得到安息，因为还搁咧想即个代志，还未完全的交托，所以我就去找牧师。牧师应该是看到我的面色无介偌好，就来关心我。即个关心对我真重要，因为即个关心、即个陪伴会带到内底，叫我讲要将自己的事仰望上帝，就简单即个代志尔。所以我就将我的心思意念搁藏落来，吼。啊，想讲上帝，我嘛毋知要安怎才好，要毋过我一定爱写一张陈述书来表明我的清白。就伫迄个下晡，我心思意念出现一个想法，就是讲，我安尼做的这个动机、这个初心是啥物？是为了这个查某囡仔不要继续受到伤害，所以我请家长来告诉他发生啥物代志。我敢有毋对？即使有啥物法律讲啥，安尼是毋对的，嘛无可能，就找到一个法律，就一个什么性平法来解释我的动机。啊，怎了后，就是今年议会所有的性平委员拢讲，即个老师不应该罚，所以即个惩罚都无啊，要毋过我嘛想到，即个心理虽然在很后面才得到一个解答，要毋过即个坚固信心的即个代志，从牧师的带导当中，我得到即个溃烂。所以，咱用啥物来坚固兄弟姊妹呢？这个坚固是陪伴，是关心，是宽勉，是带导。啊，那安尼呢？成长中的小孩犯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方式来指引他呢？这个宽勉有当时也是人遇到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陪伴青少年跟小孩的时候，他们会犯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指引他嘞？还有就是，我们要怎么兼顾他们的信仰呢？关心囡仔的作为的理由甲原因，讨论伊会当达成他的目的的替代方法，不能因为因的行为的后果来负担。这拢是一个面对他们的方法。那如果是兼顾他们的生命呢？就是我想到一件事情咱相信耶稣基督要互罪人得到活命。咱嘛相信咱的囡仔是耶稣所喜爱的一个囡仔，所以当咱的囡仔感觉做歹教育或养饲的时，咱犹原相信耶稣无甲伊放散。安尼想法，这个疼心就毋是一时的，是持久的，会当帮助咱来面对真侪艰苦的代志。我甲真侪邦桥区的辅导，青少年的辅导，伫花岗教会有一个青少年的事工研讨，内底有一个讨论讲，咱想要期待要培养出什么款的青少年？有一个同工讲，伊毋望会当培养对信仰有基本认识、想要了解的青少年。我讲，我想要培养对教会有认同、伊爱教会、威信伫教会，还可以当栽培伊的事实的青少年。因为我意爱咱的青少年，大家拢诚做领袖，会当去带领别人，会当影响别人，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咱的疼心，因为咱有一个毋望，咱有别人会坚固，咱变了真正的疼心搁重大。
疼心的中段上了后一段，就是智慧，吼，疼心、粗心、疼心，佮有智慧。智慧是将财物、经验、价值观，也佮有同理的心，甲综合之后，会当伫真复杂的环境甲不确定当中，做一个有远见、有道德、有实践力的一个决定。吼，咱即马来看上尾一段，亚波罗出现了，他出现在以弗所教会这个地方。伊呢是热心宣讲耶稣跟约翰的洗礼，被百基拉跟亚基拉看见、甲听见，因就甲欣赏肯定，好，欣赏肯定他。啊，百基拉跟亚基拉呢，就接待这个亚波罗，将主的道讲得更加的仔细，就是分享真理给伊知，因为伊知影是亚瑟的约翰的洗礼，要毋过伊可能唔知这个圣行的洗，就是五旬节的这个洗礼，他可能还不晓得，所以他们就跟他分享了这个。好，我再猜测是这样子。啊，接下来呢，亚波罗还想要继续往亚该亚去，他们呢就劝勉他、勉励他，写信请门徒接待他。这个就是一个连结，肢体的连结。那亚波罗到了那个亚该亚那个地方，帮助很多人，那个蒙恩的人，他帮助了他，而且在众人面前非常的有能力驳倒犹太人一些错误的想法，然后引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是他们这个犹太国的真正的救赎者，那就结出了福音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是这样结出来，所以智慧可以帮助我们结出福音的果子。那我要说，这个使徒行传的18章，我做意外，因为他前面从这个保罗的初心，到了这个众弟兄姐妹的爱心，还有智慧，在这个地方将福音传出去，可以看到有很多同工彼此搭配的这样子的桥段在里头。那我非常喜欢，因为我接下来就要讲青少年事工。大家知影讲咱今嘛教会青少年有偌济人吗？可以数一下。当然，这不是全部啦，也还有淡薄仔无来，也毋过无来的人呢，也差不多5个以下，对不？5个以下。啊，主日学差不多也是10多个。啊，比起咱呢，这的青少年甲这的主日学的学生，敢有咱多？无。从真久以前，我就咧想讲，咱的青少年甲主日学，若无继续成长，咱的教会的活命就会慢慢的老化。我们是需要活血的，对不对？我嘛相信讲，伫咱遮的这个长辈的中间，你嘛做意爱讲，遮充满这个青少年跟囡仔的声，对不？很喜欢这样，因为这是活命嘛，这是活命。亲像咱的活命得到一个传承，这种的欢喜，大家拢知影。若是有囝有孙的，拢知这个欢喜。虽然伊会互咱操烦，也毋过因的活命的成长、成长，会互咱足欢喜的。啊，即摆要来讲青少年的事工嘛，无简单因为即摆青少年叫做数位原声带，有听过的人举手。恁有听过有一个人同学说真好。数位原声带就是因中成的过程，就是有这个电子的产品的，而且是网络的这个产品。因甲咱无同款，我们没有这个产品的时候，是人跟人之间的连接；有这个产品，就是透过它去跟人跟世界连接。所以无一定爱透过咱才会当明白这个世界，伊透过手机啊。透过电脑，透过这个网际网络，因得甲这个世界连接真好。要毋过因的这个特色就是因的这个资讯是比较短暂的，然后是即时的。做多这个资讯做多，你们每天看的那个 IG 量有多少？说一下。3个小时。3个小时没有，你不是他们，不要代替他们。那个以诺，你的 IG 每天要追多久？
讲出来妈妈会不会生气？没有，我没什么在看。我没有什么在看 YouTube， 看我去 TikTok 比较多哈，就是那个抖音比较多哈。那个什么姐姐李宁呢？李宁你的 IG 使用量有多少？4个小时嘛哈，那这根本就是平均。1个小时而已。几个？ 1个小时28分钟。那是因为今天才10点哦，就1个多小时。如果你们知道青少年的话，他们真的都用很久哎，就我的学生都嘛4-5个小时，我们家小孩都12个小时，根本都一直在用哈。好，要唔个因用这样的物件，真正是对因的影响不加罪哈。啊，因的自我展演甲社群的认同真悬。您刚才啊，阮学校的学生囡仔，他们对自我的认同是去飙歌，然后是去唱，就是去表演，就是他们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他们也很在乎他们在 IG 社群上面自己的什么东西被别人的认同数有多高，是这样。啊，强烈的主体意识跟价值多元，价值多元就更不用说了。若是讲无输干那讲 A， 因就会想讲那袂使安尼，那是一定安尼，对不？吼，都是有真侪多元的想法。啊吼，多工处理跟工具操作，我的囡仔足厉害的。我若做一个 VBS 的策划，我可能要想3天3夜。啊，伊就问 AI 讲，这个要安怎做？可能2分钟就写好啊。迄是总无共的即个世代，因用的工具拢甲咱拢无共款，所以嘛爱为因来学习。要毋过因有真侪的焦虑甲不确定，亲像我的囝，伊就感觉讲未来充满了复杂，他很害怕失败，所以他选择一条不会失败的路，就不要给自己太高的挑战。就是有这种想法的。啊，所以因呢寻求被看见跟肯定。然后对权威有距离感，要够虚跟实之间很容易不晓得怎么去拿捏那个真实性跟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啊？那问到信用呢？我2个囡仔，亮亮甲林牧师的学习，从怀疑到相信，因为伊想要问信用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光伫厝里拢无来教会，伊是讲伊以前来教会的时间伤长啊。即马咧爱换家己的时间，爱有家己的时间。也毋过伊游玩咧教我咧讨论代志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妈妈，我可以跟你问一些信仰的问题吗？啊，伊就甲 AI 问足侪问题，拢去调查好啊。然后开始讲，你即个做长了，敢会当回答我这个问题？真恐怖吼！回到家是会被盘问的吼。因对信用有提问，因足意爱。知影讲这个人生重要的问题，有个是仍然是这样，不要放弃他们。所以呢，青少年的牧养就是我们4个关系的牧养，还有意义跟参与。就是牧养的目标就是建立关系，然后在他们当中有一些意义，然后要参与他们的活动。我并不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或许有一些，我们也很盼望我们有一个青年的牧者，能够用那种很适合他们，就不同面向来给因陪伴哈。因为我自己看这些牧养的目标，这个无论是灵粮堂，或者是我们长老教会不同的那个大型教会，牧养的目标大概都是会抓住这3个重点，是一个关系的陪伴，然后呢，用他们生活化的语言，让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这个教会的生活有意义，还有参与，就是参与让他们感到他们是可以参与的。那我这边想要讲的参与是赋权而非动员，不是叫你来做什么事，而是你们来，你们就是主导者。就是我们青少年很厉害哦，他们会成为戏剧的主导，或者是他们也可以去讨论事工，然后鼓励成为数位的福音者。有的教会的青少年是很喜欢用YouTuber 或 Thread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去传福音的，还有任务导向门训。门徒信念以前我们都会用一些课程，对吧？
有当下即摆囡仔爱互因任务导向的吼，来很清楚。比方说在社区里面做什么，像我们的青少年就跟我们的社青有合作去粉刷这2个油漆，对不对哈？那虽然我们并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让邻居很认同我们，但是我们相信是可以有一些不同的部分的。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就是说，我们的青少年事工有的时候也是从儿童开始。今年的暑假期间吼，咱有一个2025的 VBS， 为咱教会邀请来的囡仔总共6个，其中有1个是厚朴国小的学生来报名，就是牧师让我知道。然后其他5个是我们本会的孩子。嘉喜吼，真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事工的预算。我们的事工呢会有所谓的收入，但是我们教会是不能有收入的，就是说他们就会变成支出跟收入相抵，我们还需要32000多，我们只要取个整数，我们还需要35000的这样子的一个经费，让我们这些青少年，他们今年的7月份他们都会到土城教会成为服事的同工，然后会有我们的社青在行前来参与，然后还有就是带领他们当站长、当队辅来照顾我们的小学生，不忙为安尼的方法来得到这个时代的囡仔。今仔日呢，咱为保罗先生伊的故事，看到这个福音因传福音的那个样子，不忙咱教会嘛会当有安尼的方法。我真感谢大家，因为这个工课 VBS 的工课，不是猫咪人的工课，是咱全教会的工课。所以连 VBS 的迄个司机，拢有咱在座，就是百祥兄，还有咱那个瑞祥长老因的服务，还有真侪人伫遮会关心代祷甲奉献。所以感谢主，互咱的教会为一个事工，为青少年的这个关怀，拢是为咱的心发出来的。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看到保罗先生伊的传福音的工课，搬过各种的困难，是因为你的圣心甲伊同在，甲伊讲，才有你的百姓甲子民。咱伫即个时代，嘛有真侪的囡仔伫即个社会，拢互即个社会的即个复杂、丰富、好耍来吸引。也毋过，阮犹原毋望阮教会的青少年，阮遮的士大人，犹原来关心因的成长。毋望你的信心甲阮三甲伫地，阮每一个人发挥阮的特质、分数来比数、来扶持，会当行即个信用、认捌耶稣基督救赎工课的即个好消息。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